了解關稅同稅項。關稅係對跨境運輸貨物開徵嘅稅收，確保本地同進口產品之間嘅公平競爭。以下係影響貨件徵收嘅關稅同稅項金額嘅關鍵因素。低額貨品免稅係指豁免關稅或免稅入境嘅貨件估值上限，呢個門檻視乎各地市場而異。好消息係，我哋嘅 FedEx Global Trade Manager 工具可以協助你計算貨件嘅預計關稅同稅項㗎。為咗盡快運送你嘅貨件， FedEx 或會代你向海關當局支付關稅同稅項㗎。因此，我哋會收取一項墊資費用或預付費用，金額視乎貨件目的地而定。詳情請到 fedex.com 點擊顧客服務中心，然後揀清關，再揀清關輔助費用。用 FedEx Ship Manager at fedex.com 建立貨件時，你可以喺賬單詳情部分選擇邊個負責俾關稅同稅項㗎。FedEx 將按照你嘅指示收取款項。但要記住，如果指定付款方拒絕付款，寄件人最終需承擔與件貨相關嘅任何關稅同稅項㗎。歡迎瀏覽fedex.com了解詳情。